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入冬第3波的寒流带水期已经到位，玉山透早温度来到零下2度。气象署讲，这个过中到了后，气温就大落降。明仔载到后日的透早，是这波寒流上寒的时阵。 黄山顶的树啊，拢是白色的。山块步道结一烟冰，今日透早6点外，玉山部分山庄的气温是零下2度。过到了后，温度继续降。因为寒流，风头边的北部甲东北部气温会一直降低。初八透早甲初9的透早，将是这摆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阵。今天也就是在北台湾，气温是会一路下滑的一个情形。其实预估到了下午至晚上，应该北部就有局部地区来到10度以下的低温。 这波寒流有水汽，依照中央气象署预备资料，中部3000公尺以上以及北部15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拢有机会落雪，像太平山、拉拉山、加下半山，还有玉山，拢真有可能会落雪。若是台北阳明山地区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大屯七星山，若是讲水汽甲温度有配合，嘛是有机会落雪。就是在1000公尺以上。 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是有机会来到0度以下的一个温度，所以如果条件配合的时候，也是有一些飘雪的一个情形发生。气象署提醒讲，咱乡亲若要上山入雪，除了讲要穿好少以外，嘛要注意行车安全，随时确认交通管制动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